2025年台南市圣诞跨年系列到底有甚么款大咖艺人要来，已经成为市民固定的期待。28号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啦啦队热情的开场演出以后，市府正式公布12月2日圣诞演唱会第一波艺人名单，其中超人气团体有简琴已经连续5档来台南献唱。如果是人生最后一粒沙，放在心上，化成流星许愿在你身旁，相信余生会是你啊。迷先生可以看到五间琴，这个都是本身可以在小巨蛋办一场大型演唱会的一个实力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 Betty， 还有陈华，还有艾薇，所以预期12月21日，耶诞跨年晚会的系列第一场演唱会一定会造成爆满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一定要来台南永华西侧广场等着你来哦。市府表示，虽然资源有限，不过一定尽量满足市民的享受加感动。会中市长嘛透露，台南有3场演唱会，其中一定会邀请棒球英雄来现场甲大家同乐。不过真正是抢人大作战，请市民期待。会努力邀约，希望能够邀到这个台湾代表队的这个球星，不管是陈杰宪或潘杰凯或是连安可。这些都是炙手可热的球星，我们也会希望在我们3场中间，希望找到他们有人露面，能够来跟球迷们，还有现场的这个10几万人的好朋友们请安问好。那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哦。会中市府嘛预告要第2波高人气的卡司发表，一定袂让大家失望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